然后这个到了吐蕃的第35代占卜马萨蛮战的时候，布达拉宫的部分建筑被战火给毁坏啊。到了这个吐蕃的第38代占卜的时候，车宗德次时期呢，布达拉宫被雷击过啊。车宗德次问这个莲花生大力士，在藏语里面叫国中不解问，当时这个提起事的时候，莲花生大力士就回答布达拉宫雷击者为粘心螳螂山神也，这充分说明了当时确实被雷击过。然后到了这个吐蕃末代占卜拉塔玛的时候，第42代占卜藏语里面无敦间的时候呢，在大昭寺前面就是没被前呢，就是被这个僧侣给射杀了。然后呢，这个他的2个儿子呢，为了政权争夺位置，为塞赫云滇2个呢，就是在内战的时候呢，来了这个农奴大起义起义者还杀了这个韦瑟的儿子贝克赞，还跑到这个山南去挖这个占卜的墓地。然后那时候呢，布达拉宫被毁坏了很多那时候拉萨城基本被该想的想该偷的偷。